一個人都想燉養生湯，試下一人參茸海味湯包系列啦。喺辦公室都可以燉到養生湯，幾個步驟好簡單。步驟一，返到公司揀好今日想飲邊款，將兩袋湯料包清洗一下，再分別浸凍開水。藍色湯料包浸1個鐘，紅色湯料包浸2個鐘。步驟二，2個鐘頭後將浸好嘅湯料沖洗一下，放入自絲式燉盅，再加入適量嘅凍開水，撳2下功能掣，設定為燉品模式。130分鐘後燉湯完成啦，會自動保溫。lunch time 嘅時候加入適當嘅調味就可以飲。材料都好豐富㗎，每款都一定有花膠、螺片同乾瑤柱，再配搭其他唔同嘅材料燉出嚟，螺片同乾瑤柱味都超級香。每盒參茸海味湯包入邊都有說明書、調味料同2袋湯料包。我哋仲有好多款燉湯可以選擇㗎，補脾、益胃、排毒、美顏、祛濕、清潤、清熱、散寒，每個系列各有不同，快啲嚟試下啦！落去百佳粉紅色貨架就係我哋啦。